他nghe龙别给讲那里去了。你给了我，是。说那是呀，1、2、3。所以我来学个忙着连接，太多人来学个忙着连接，连接怎么得了？公干么啥？俺做年职工，连一没抽，是吧？他了年了，俺做职工让做了，给了个还等上不得准时。提对俺做，我想送给学外呢，普遍职工给搞些，让农别搞些。他的他顶着上班的干了，他也休闲了嘛个。他做个听嘛说明，搞这些，人家个解决那是。他这俺做职工个让叔职工农别搞些，伢把那什么伢空逼给俺了，他也拍卖干个下不着搞些，他也就阿拉把那些班子推些。给推了，给那个还等上班的干，听见了让中了，我想送给些吧，让职工给搞些配对呢，人家说解决的透过看嘛那边嘛在给那个我们街道人那说，第三个怕空中给知道嘛那大人家做，光把嘛做。但俺这没吵个听见了，班子些知道俺做同大罗米。班子些叔给了沙龙，我他们就是到底呢，就是他那娘的呢，我他那个看着路上路，这车都个些为么个，但这都个就是他，但我听着现在他就是些所谓让龙别过些。娘把老说的嘛，娘空边我这中大学没的那个啥可等上班的干了，但俺这些那老全部的，这些那老群主人的，人家说，俺对人那可等上班这个他这没有，他让农别过些，俺们来家里人用群主干了些，下不搞我的拍面就是个让农别过些，听着他。要不听着大问对吧？那个他定那不搞些讲嘞，他这个呀，老俺就俺对了，经过就做是吧了？这些son对吧？那个伢把那说的嘛，伢空别个俺了，还等上班的干他，这些得那个听见了，让农别搞些农把说搞。